你曾經有冇疑惑過，上帝嘅愛係咪真係只係俾某啲人專屬？好多時，我哋嘅目光只會集中喺被揀選、被祝福嘅人身上。但聖經呢本充滿智慧同愛嘅書，其實喺好多我哋忽略嘅細節裏，都悄悄透露咗神更深遠嘅心意。今日我哋嚟到創世記第36章，呢一章好多時都會俾人快速咁跳過，因為佢大部分都只係列舉緊以掃嘅後代。但正正喺呢啲看似平淡嘅名單之中，我哋會發現一句簡單得嚟又充滿住力量嘅說話，這是以掃的後代。創世記36:1呢句說話，就好似一個溫柔嘅提醒，話俾我哋知，神嘅看顧從來都唔會偏離任何一個族群，即使係我哋眼中覺得無關重要嘅角落，佢嘅愛都一樣咁豐盛。佢愛每一個被造嘅生命，無論背景如何，都喺佢嘅奇妙計劃之中。願我哋都能夠感受到神那份無條件遍及萬有嘅愛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